係連排別墅其中一個單邊位嚟嘅。呢度咧就係呢座別墅側邊個花園啦。佢相對嚟講，單邊嘅別墅採光各方面咧會更加靚仔。咁我哋依家睇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呢座別墅嘅後花園嚟嘅。後期咧種花種菜養魚隨自己安排，咁啊大部分咧都做咗硬化噶啦。後期需要啲綠植嘅話，買一啲盆栽翻嚟擺住 OK 噶啦。咁啊後花園大家可以望下我哋呢座別墅嘅外觀啦，米黃色嘅外觀，雅居樂嘅別墅咧基本上都係呢個款式噶啦。我哋就喺呢座別墅1樓嘅位置後花園，後期咧睇翻自己點安排。呢套別墅咧總價咧300幾萬啦，重新裝修過，即係油過油漆，執咗執嘅。大家可以入嚟望下呢套單位啦，佢可以用到嘅面積咧大概係3000零尺啦。目前咧係做咗4間房嘅，上邊仲有個閣樓，加埋咧5間房可以俾到呢套單位嘅。餐客廳一睇，大家可以望下，我哋係從呢套單位入門口嘅位置，俾大家最直接嘅感官望下具體嘅房間同埋每一寸裝修嘅位置啦。呢套別墅通常翻嚟咧係響呢個位置嘅，你可以將架車泊喺我哋花園，亦可以將架車停喺門口嘅位置。後期咧就睇翻自己點安排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套別墅咧係中山三鄉雅居樂嘅一套別墅嚟嘅。喺呢個位置出去周邊嘅衣食住行都比較方便嘅，屬於三鄉最中心嘅位置啦。周圍咧行政中心啊，同埋一啲大商場咧都係喺呢個別墅區斜對面嘅位置。後期咧喺呢個位置步行出去咧就可以滿足衣食住行方面噶啦。呢個位置咧係呢座別墅前花園嘅位置啦。依家擺咗啲盆栽喺度啦，後期可以泊車喺呢度。可以泊2-3部車都 OK 嘅。入嚟之後嘅前院位置，通常我哋翻屋企咧係響呢個步行入嚟嘅。咁入門呢個位置咧係做咗少少落地玻璃啦，加埋防蚊網都做咗噶啦。咁我哋通常如果係翻屋企嘅話，都係步行響呢度嘅。側邊花園咧，後期就睇翻自己點安排啦。左手邊係做咗一個公區嘅洗手間，係正常上個廁所咁樣嘅。望過嚟咧就係我哋餐客廳位置啦，做咗一啲餐邊櫃啦。後期咧可以作為一個收納，右手邊咧係我哋5-6個人一齊食飯一個圓台嘅位置。咁我哋呢啲位置咧後期都可以做翻啲餐邊櫃都 OK 嘅，作為收納啦。咁大家可以望下呢個廚房 U 型嘅設計，做咗啲雲石嘅洗水台，上面啲櫃咧全部係重新做過噶啦。到時呢度咧放爐灶嘅洗切炒全部安排好晒噶啦。呢啲咧有埋咗防蚊網嘅雙層隔音玻璃，到時咧睇翻自己點安排啦。上面啲櫃啊全部都係新做嘅。咁廚房嘅位置大概係咁啦。呢個客廳咧啱先都望咗下噶啦，整體都比較闊落，有少少偏現代中式嘅感覺，大家可以望下。如果對呢種裝修同埋呢種款式嘅別墅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安排睇下實景嘅。咁喺我哋客廳望出去咧，就係我哋啱先片頭開始個後花園嘅位置啦。望過去咧係我哋小區其他一啲位置啊。門前呢個位置咧係我哋一個小區內籠一個水渠嚟嘅。整體大致嘅1樓就係咁啦。我哋上去睇下呢座別墅2樓啲房，俾到大家作為參考。我哋呢個位置如果翻珠海、澳門、香港啲地方咧，都係20-30分鐘就 OK 噶啦。去到其他地方都比較方便，因為我哋呢個係中心位置啦。門口都有啲巴士站可以去到我哋中山其他一啲鎮區，或者落珠海上去我哋廣州、佛山啊，過深圳都 OK 嘅。咁我哋呢個別墅區門口斜對面咧就有我哋雅居樂車站啦，到時可以坐一啲粵港巴士啊，直接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呢度係2樓其中一個透間嚟嘅，大家可以望下。目前咧係冇擺床、冇裝衣櫃。未有裝空調嘅，後期買啲軟裝咧就可以實現噶啦。出邊咧有個露台，你後期可以晾衣服或者做下其他嘢啦。透間嘅設計，我哋呢個位置有粒位啊，到時可以裝滿晒啲衣櫃，打到頂咁樣作為收納都 OK。裏面咧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大家可以望下，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包括嗰個防蚊網都有埋晒俾到大家噶啦。呢度到時沖涼大致嘅情況啦。過嚟之後呢個過道呢個位置啊，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裝埋啲櫃，或者裝下其他裝飾品作為點綴都 OK。其中一間房可以作為客房，唔係透間嘅，上面遺留咗空調位噶啦，呢度有窗戶嘅。呢間房咧大概係咁樣啦，可以放個1.5米床。另外一間客房亦可以做一個長者房，呢個位置咧可以放1.8米床 OK 嘅，左手邊到時放衣櫃得噶啦。呢邊咧係我哋一啲落地玻璃啦，呢度就係飄台嚟嘅。有啲朋友中意嘅話，可以喺呢度擺啲墊喺度坐下，日常睇下書、飲下嘢都 OK 嘅。呢邊咧有個空調位置，到時可以安裝喺度 OK。呢個公區嘅洗手間、乾濕分離、鏡櫃全部有齊晒噶啦。
2樓大致嘅情況係咁啦，我哋睇埋3樓啲主人房嘅空間比較闊落嘅，3樓一整層都係主人房嘅空間嚟嘅。如果有想喺三鄉呢邊揾個裝修比較新淨嘅話，可以了解下呢一套，因為呢一套呢嗰啲牆體全部重新做過嘅，相對嚟講節約咗好多時間嘅。你又想住別墅又唔想咁煩惱嘅話，呢間就好啱啦，因為家私家電嗰啲訂做嗰啲櫃呢，好容易解決嘅。我哋國內好多一啲訂製個公司可以幫你做晒啲床啊櫃啊，5到10萬蚊就基本上就可以實現啦。呢個可以放2米2嘅大床，空間都夠闊落嘅。呢啲就採光玻璃啦。呢啲款式唔啱嘅話，第時自己換下咯。包括防蚊網有埋㗎啦，拉翻嚟咧就可以做得比較隱私嘅。呢個位置乾濕分離，沖涼房有齊晒㗎啦，包括鏡櫃、透風透氣有齊晒。3樓有個露台，我哋可以作為主人房獨享都 OK 嘅。喺呢度位置晾衣服啊、種花啊，或者有需要嘅朋友搭啲陽光房，就唔需要水淋熱曬㗎啦。整體嘅空間比較靚仔。咁啊，隔離鄰居有啲咧都搭咗陽光房嘅。咁每個人嘅需求唔一樣啦，就睇翻自己嘅興趣各方面啦。咁呢套單位3樓只有1間房㗎咋。咁4樓咧係有個閣樓，大家可以望下。可以作為一個雜物間，有啲屋企人口比較多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呢個閣樓可以作為一間房嚟用都 OK。呢個閣樓如果作為房嘅話，到時可能會有啲熱，到時開翻啲空調就 OK 啦。亦可以作為一個雜物，作為收納啊，或者擺下其他嘅乾貨作為收藏都 OK 嘅。空間比較大啦，到時候將啲牆邊啊做滿晒啲櫃就 OK 噶啦。裡面咧係有個洗手間嘅。呢座別墅大概嘅情況係咁啦，基本上睇完啦，可以用到面積咧，啱先都有同大家講3000幾尺啦，係一個單邊位嚟嘅，前後花園。只要咧地上3層加埋閣樓嘅話，相當於3層半，做咗4間房，加閣樓就5間房嚟嘅。屋企人口多嘅閣樓就做間房，人口少嘅話可以收納雜物啦。呢個位置就後花園啦。我哋依家睇呢套別墅啊，位置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出邊嘅衣食住行比較 OK， 就喺我哋行政中心雅居樂車站斜對面嘅位置。相對嚟講，呢個位置就係三鄉最中心嘅位置。日後如果真係享受一啲衣食住行嘅話，基本上步行過去就 OK 啦。喺呢個位置，日後如果翻香港嘅話，第一小區門口有啲巴士站可以去到我哋中山其他區域，包括珠海啦。需要坐直達嘅巴士，我哋可以去雅居樂車站嗰度直接翻到口岸或者翻到香港都 OK 嘅。咁當然我哋可以自己揸車過嚟到呢個位置咧，都係1個鐘出頭就基本上可以實現啦。如果揸車嘅情況下，港珠澳大橋揸車過嚟咧，大概係30分鐘左右就可以實現啦。咁呢套單位如果有邊啲需要補充嘅朋友仔呢，方便留言俾我，因為可以用到面積3000零尺嘅咋，係一個別墅仔，又想住別墅又唔想裝修嘅，呢啲基本上全部執好晒噶啦。後期咧訂做啲家私同埋一啲床就可以入住噶啦。三鄉咧一直係我哋港澳人士一個後花園嚟嘅，比較休閒，有溫泉啦、公園啦、交通方面啦都比較方便嘅，食嘢方面咧都比較接地氣，價錢又比較平。中山啲地方揾一個度假別墅嘅話，三鄉咧係一個價位比較低嘅區域嚟嘅。當然有啲朋友仔一定會話，三鄉會經常水浸㗎，或者咩情況？但係呢個叫雅居樂嘅藍澄灣畔，目前咁多年以嚟，呢個小區從來都未有俾水浸過嘅一個別墅區嚟嘅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。呢個別墅區比其他區域咧要高出唔少嘅，所以唔使擔心水浸方面啦。咁其他我哋就唔再廢話啦。我哋喺中山、珠海、江門啲地方咧都有大大細細個別墅可以俾到大家作為參考嘅，拍片都唔容易嘅，方便咧俾翻個 like， 關注下我哋啊！非常感謝大家。